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鸿牧师。今天3月2号要分享的是一路上有你真好，基督兄武力锦贺。我们要看约书亚记24章7到13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我赐给你们的土地不是你们用劳力得来的，我赐给你们的城市并不是你们建造的，你们现在就住在那里，你们吃的并不是你们自己种的葡萄和橄榄。约书亚记24章13节。在2月26号，联合国安理会表决要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要求俄罗斯立刻来撤军的决议案，一如预期的遭到2月轮值主席国俄罗斯否决。那中国大陆等其他3国则是弃权。表决结果，俄罗斯一票反对，中国、印度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3国弃权，那其他11个国家全部赞成。身为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拥有否决权，因此这项决议注定就失败了。乌俄战争，我们看到目前已经造成多人的死伤，也传出不少令人心痛的故事。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对俄罗斯侵入乌克兰的行动表达谴责。欧盟也在25日宣布将制裁普丁的海外资产。那美国呢？英国、加拿大也会加入制裁行列。但是 BBC 的社论，他分析到现在美国为什么不出兵来援救乌克兰？第一是他出兵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啊，乌克兰没有那么重要。首先，乌克兰也不是美国的邻居，它不位于美国边境，也没有美国军事基地，它没有战略石油的储备，也不是主要的贸易伙伴。那第二呢，这个拜登总统他本来就不爱军事活动，他反对奥巴马干预利比亚还有在阿富汗征兵，所以他坚决捍卫去年从阿富汗撤军的命令。我们看到乌克兰它面临的这一些重大的危机，有一些人还是没有直接的援助，他们目前也碰到一些的困境。反观我们今天看到约书亚，他在诉说以色列他们的历史，他对这些百姓官长们来回顾，从出埃及一直到进入应许之地，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如何为他们来征战，并且赏赐一切的资源，就好像刚才的金句说，这个房子也不是你们造的，葡萄橄榄也不是你们种的，都是上帝供应，上帝给的。所以上帝借着第3段河东得胜的历史，就是我们看8到10节，他启示他的百姓，不但是上帝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个世界的权势，埃及的军队，也是上帝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临界的势力，巴兰的咒诅。我们也看到上帝不但带领他们来过红海，也带领百姓胜过河东亚摩利的2王。他用得胜来预备百姓跟随他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的信心，
这里我们也看到，上帝不但带领百姓得胜，也把百姓从失败的当中来扶起来，救他们脱离与巴力比尔联合的这样的一个罪。上帝也借着第4段进入到迦南的历史，我们可以参考11到13节，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启示他的百姓，人若跟从耶和华上帝，仇敌必来与你征战，但神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。因此呢，我们看战争并不可怕，只要我们专心跟从上帝，这个战争也好，或是你人生有许多的征战，就是我们要靠主得胜，支取上帝的得胜，并且13节说我们要享用上帝的供应，这就是一个途径。所以我们从得救到得胜，一切都是上帝自己的工作。因此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呢？提醒我们要靠上帝的恩典，凭着信心来得救。在以弗所书的第2章也提醒我们，这得救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，而是上帝的恩赐哦。既然不是靠着行为，那你们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。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，他借着基督耶稣来改造了我们，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行善，这是他早已计划要我们去做的。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献上感恩，向上帝感谢他过去一路保守看顾，并且赏赐各样的恩典资源给我们享用。愿我们时时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的神。我们来默想，看到上帝一路亲自为以色列人征战及预备所有的资源来赐给他们，你有何感想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你真好，因为你爱我们，用宝贵的生命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上代价，也使我们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，并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及供应我们生活当中一切丰富的资源。我们要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愿我们所领受的能够在我们一生当中来荣耀主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健康，一切顺心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